团队非常有心，也非常努力来倾听大家的声音。按去年的东西很多的，那个钱相当也好，我们提的案都没有实施好几年都一样，还是没有做啊。1公里，大概就800。依它的顺序。我们的农经课头盖。篮球场会有很多。伞是不是需要？会是砍草的时候。第3个也是关于环境的议题，就是如何去提升部落居民的环境意识。就是现在乡公所应该还有135故宫吗？135故宫还是有的吗？其实只要是村内的这个环境的问题，只要这个故宫它有这个技能，它的设计可以的话，它为什么不能做？它既然可以做。我想土地管理的部分，有关土地管理的部分，我想在这边要多加强这个土地管理部分。我们就是针对土地部分，我大概做这样的介绍。如果是因为侵占公有地、侵占公造土地，还有就是不当取得土地的部分，每个一定会保护我们大家的土地，好不好？在这边还是谢谢各位乡亲，给我们听到了最基层的声音。再次谢谢各位乡亲好，谢谢各位。